今日咧，阿偉又帶大家睇到別墅哈，非常之抵喎，總價只需要470萬嘅咋，首期俾70萬嘅啫，咁就可以直接上車買到。佢就係華發喺西區嘅一個標杆嘅別墅項目華發苑子啦。依家咧，我哋喺前花園嘅位置做咗一個下沉式嘅設計啦，咁就相當之舒服嘅前花園，跟住咧就會連接我哋後花園，兩個花園嘅前後都有，成棟建築物咧咁就地面係有3層嘅，呢個係入門嘅玄關位置啦。喺右手邊咧咁就有一個套房，咁可以嚟做我哋嘅長者套房啦，一樓唔使爬樓梯嘅，而且個房間比較好嘅一點咧係佢仲連通前邊嘅花園添嘅。嚟翻呢一邊咧就係我哋嘅公共區域啦，有一個獨立嘅電梯廳啦，同埋樓梯間嘅位置，咁我哋可以選擇坐電梯啦，亦都可以坐爬翻電梯樓梯嘅啊。咁就一樓嘅地方客廳係做咗挑高設計啦，2層夾埋咁就接近7米嘅高度噶啦。後邊咧咁就後花園連我哋嘅一個客廳位啦。咁4人嘅餐台擺喺度，我哋可以做一個戶外做妻嘅主題啦，BBQ啊、聚會啊都可以嘅啊，好舒適嘅一個院子，而且佢嘅圍牆咧做得比較高嘅，隱私性係比較強嘅一個別墅產品嚟嘅，比我之前見過嘅好多嘅別墅項目佢都要更加之隱私，而且佢呢邊係一個低密度嘅一個項目嚟嘅吓。咁就整體嚟講咧係比較少有嘅難得嘅咁闊落嘅一個別墅小區屋苑吓。咁落到嚟負1樓呢邊咧，我哋咧就做咗個夾層嘅因為地下室咧又俾到我哋5.8米嘅一個層高啦。咁我哋咧間一個夾層出嚟咧都好舒服嘅，我哋可以做啲儲物間等等嘅設施啦，或者整啲桑拿房啦都可以啊。呢個夾層咧啱啱好咧就做到同埋我哋嘅下層花園齊平嘅位置。咁呢度咧可以佈置間個客房嚟招待朋友啦。咁呢個客房咧仲可以連通翻我哋呢一個下沉式嘅花園噶喎。咁呢一個做下層花園嘅話咧，如果驚落雨水多嘅朋友咧，可以封起身做翻個陽光房都可以啊。呢地下室嘅採光就靠前面花園嘅一個採光井啦。咁隔離呢邊咧咁就可以做翻一個會客室都可以嘅，見到佢個深度好足啦，其實面積都好大下嘅。呢一個單位嘅實用度都好高嘅喎。咁整體嚟講咧，可以做到即係可以做到400方嘅實用面積啦。咁我哋實質上咧，我哋嘅建築面積係140平方嘅啫。所以佢見到咧實用度好多贈送嘅面積係非常之大嘅。真正落到最底層啦，你再稱為負2嘅位置啦。我哋可以做一啲公共區域嘅一個設施嚇。呢度咧做咗一個醫務間啦，隔離咧就係我哋一個衛生間。再入邊咧咁就係我哋嘅保姆房同埋操作間嘅位置。呢一邊咧就係我哋嘅大門，我哋負1樓係可以有私家車位，呢一邊咧係送我哋2個車位嘅，直接就可以揸車入到屋企入邊噶。呢度隔離咧咁就係一個我哋嘅會客廳啦，做個茶室咁樣嘅，做一個挑高，好舒服啊。跟住再過到嚟呢邊咧，咁就係我哋嘅會客大廳。呢度咧可以攞嚟做一個大廳會客啦，亦都可以咧做翻個私家影院都可以嚇。咁除咗呢個私家影院之外，再入去前邊呢個位置咧，亦都係一個隱私性相當高嘅一個休息傾偈嘅位置啦。上邊咧係一個採光井嚟採翻我哋嘅一個光線，所以咧其實負1樓咧可以有充足嘅一個光線補給同埋咧佢嘅面積係好大嘅，咁攞嚟咧自己接待朋友各方面都可以啊。咁我哋咧可以搭翻電梯啦，上翻去2樓位置。繼續帶大家睇一睇呢個項目因為成個項目嚟講，佢個面積咧就係8.4萬平方米嘅，但係建築面積得3.5萬平方米，所以佢容積率係0.4，居住嘅密度係非常低。總共咧就係得201套單位嘅啫，咁就最多嘅項目就係呢個雙拼嘅別墅啦，咁總價470萬起就可以買到現樓嘅一個別墅單位，再大少少咧就有209平方米嘅一個我哋叫做獨棟別墅系列獨棟咁就12,300萬到嘅一個價位啦。咁最大嘅項目咧，咁就係我哋嘅超級大獨棟啦，有成接近2畝地嘅一個大花園嘅，望一線河景。咁呢個單位就價錢好貴啲要去到3000萬級別噶啦咁最抵米嘅肯定呢個啦，雙拼嘅140平方米嘅單位咁就有天有地有花園咯
OK， 嚟到2樓嘅位置啦，呢一度咧一入嚟咧係一個我哋嘅平台嘅位置啦，公共區域嚟嘅，前邊呢度係挑高，咁有需要實在要好多房咧，其實咧就推埋入去啦，咁就間翻房間都可以嘅嚇。呢度咧係一個套房嚟嘅，首先嚇套房，咁就望翻出邊嘅花園嘅一個景觀。跟住咧，對面咧仲會做翻一個書房嘅喎，稍為有啲唔不足嘅地方咧，就係呢一個屋苑嚟講咧嚇，佢140平方米嘅雙拼呢個雙拼嘅別墅單位項目，咁感覺上咧就會係房間會偏細少少嘅。房間偏細，咁嚟到咗我哋3樓嘅位置，三樓嘅位置咧，電梯廳一出到嚟就係我哋主人房噶啦。嗱，雙步入式嘅衣帽間，連接一個衛生間，咁就採光靚啦，同埋有浴缸嘅位置。跟住咧就2米傾 size 床鋪，三邊落地都闊落，南北通透嘅一個主人房休息區。出邊咧仲有一個私家露台嘅，咁呢度咧，其實空間就幾大下喎，自己獨自享受啊，咁就可以擺啲座椅都係啦，咁樣就睇下呢個風景，感受下呢度療癒花香嘅環境啊。井岸呢邊咧亦都係空氣質素好高啦，非常之宜居嘅一個位置嚟嘅，咁相當於係我哋珠海斗門區嘅一個富人區嚟㗎，呢一個位置，咁亦都係比較成熟啦，比較有人氣嘅。我哋呢度項目咧，咁就其實咧就3公里到嘅啫，3分鐘車程啊，咁就可以去到我哋邊度呢？我哋嘅萬達廣場，亦都係我哋珠海唯一一個萬達廣場啊！嗱，見到天台嘅位置呢，嗱，就做一個公共區域空間嚟嘅啦，搞下燒烤啊，乜嘢都得嘅嚇。